攰啊！乜食嘢都會攰嘅咩？係啊，食嘢都係運動嚟㗎，最部運動。咁你呢？係咪每日都會做運動？我盡量每個星期做3次運動㗎。以前我練舞嘅時候，每日至少做2個鐘頭運動。運動對我哋嘅身體好好㗎。咁食嘢對我哋嘅身體都好好啊。我哋會做一啲對身體有益嘅事，但係就成日忽略我哋嘅心靈。我哋嘅身體需要攝取食物嘅營養，心靈都一樣需要攝取有益嘅嘢。聖經就係我哋嘅心靈食糧。聖經就係上帝嘅話，上帝嘅話充滿智慧同能力，可以改變我哋嘅生命。水咯，帶手機啩，帶白飯啦。我點解會困喺荒島上面㗎？我唔想被困喺荒島咯。可唔可以帶阿媽？我帶隻船，我揸船走咯。我要帶人，帶我老公去，之後我就乜都唔使驚啦。佢幫我諗辦法。哆啦 A 夢有佢就乜都有啦。酒飲到 wing wing 地，咪幾好咯。我可能都會帶我隻狗翻嚟帶人在野嗰套求生片啊！我會帶隻可以生打羽毛雞。我估我會帶我副眼鏡去啊！帶你啦。好啊。有啲自私啊！我想帶中意嘅人一齊去。去做咩啊？同你一齊大肚餓啊？所以咪話唔得嘅。如果喺荒島上搞唔掂我個髮型，我諗我會完全唔掂。唔得，髮型唔亂得。係咪帶乜都得㗎？咁我帶馬雲得唔得啊？阿里巴巴乜都係佢㗎嘛，可以送食物、送飲品俾我，交通工具乜嘢都送埋嚟啊！好多人都認為聖經係一本過時嘅書，而且同我哋嘅生活無關。18世紀嘅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曾經預言，喺100年內，聖經將會被放入博物館，更加前衛嘅哲學思想將會取而代之。但係到而家，聖經仍然係全世界最暢銷嘅書，亦係歷史上最成功嘅文學巨著。聖經每年嘅銷售量超過1億。聖經亦係全世界被翻譯成最多語言嘅書。到依家，成本聖經就已經被翻譯成至少700種語言，而新約聖經就更加被翻譯成超過1500幾種語言。世界最大嘅聖經印刷商係中國。有趣嘅係，聖經亦係最經常俾人攞走嘅書。咁可能係因為好多酒店房間或者教堂都有提供聖經。聖經係史上最受歡迎、最有力量嘅一本書。聖經具有改變個人嘅能力。我係嚟自非常傳統同保守嘅華人家庭，但係由細到大，我對古靈精怪嘅事物好有興趣，所以我都中意睇嗰啲古怪嘅文章。至於信仰方面，屋企嘅長輩話俾我哋知，基督教唔係俾華人嘅宗教，所以無形之間造成我對基督教非常反感同排斥。後來我屋企發生咗好多問題，我爸爸因為賭錢借咗好多貴利，所以我中學嘅時候，我嘅家境唔係幾好，屋企成日都會俾追債嘅人騷擾。我真係好憎我爸爸，甚至有一次我仲揸住斧頭問佢係用邊一隻手賭錢，我話要將佢嗰隻手劈落嚟。
有時候我甚至會詛咒我嘅爸爸。後來因為我同媽媽嗌交，嬲起上嚟，我就離家出走，去咗另一個城市做嘢。嗰陣時，我嘅同事同我講聖經嘅故事，我覺得嗰啲聖經嘅故事好啱我聽，所以當時我就同我個同事講：你唔使再咁辛苦，嘥你嘅唇舌同我講呢啲聖經故事，你直接將成本聖經借俾我，我自己返屋企睇。所以第二日之後，我嘅同事真係帶咗一本聖經交俾我。我第一次打開聖經嘅時候，聖經嘅話就好似針一樣吉入我嘅心裏面。當我讀到馬太福音第5章嘅時候，耶穌話唔好淨係愛你嘅人，要愛你嘅仇敵，為你嘅仇敵禱告。我就覺得呢一種愛好特別。當時我對未來係覺得好黑暗，覺得冇希望，但係嗰一刻我就覺得耶穌嘅話好似一盞燈，點亮咗我嘅未來。聖經改變咗我成個人，我甚至流住眼淚同我爸爸道歉，請求佢原諒我。爸爸，食飯啦！而家我特別珍惜可以同我爸爸媽媽一齊相處嘅時間，我亦明白到聖經係上帝俾所有人類唔分民族嘅話語。聖經都係上帝所默示嘅。呢句說話如果按照希臘文直譯，就係聖經係上帝所呼出嘅氣息。我哋點解會相信聖經係上帝嘅啟示呢？簡單嚟講，聖經宣稱、顯示，仲證明咗佢係上帝嘅啟示。聖經係點宣稱嘅呢？我舉個例子，保羅話聖經都係上帝嘅默示。我哋讀聖經嘅時候，都會發現聖經顯示同充滿咗真理。呢點我有好深嘅感受。每當我讀聖經並將佢實行出嚟嘅時候，我就經歷到上帝嘅話語係真實可靠嘅。你都不妨試一試去讀聖經，你會發現聖經可以證明佢就係上帝嘅話。喺教宗方濟各嘅公開信《福音的喜樂》入面，佢鼓勵每一個人都應該仔細咁研讀聖經。佢話我哋唔應該盲目咁去尋找上帝，或者等佢向我哋說話，因為上帝已經向人類說話，冇乜嘢係我哋應該知道而佢尚未啟示俾我哋知嘅。等我哋一齊領受啟示嘅話語入面所蘊含嘅寶藏呢。成本聖經由至少40位作者喺唔同嘅時代同地點寫成，歷時1600年。呢啲作者當中有國王、學者、哲學家、漁夫、詩人、政治家、歷史學家、老師、先知同醫生。佢哋嘅作品題材唔同，有歷史、詩歌、寓言同埋書信等等。聖經一共有66卷書，分成舊約同新約。舊約有39卷，新約有27卷，非常好記，3927。聖經係100%由人寫成，但係同時佢又係100%上帝嘅默示。咁樣講得通咩？倫敦嘅聖保羅大教堂係由雷恩爵士建成，佢係英國當代最偉大嘅建築師。教堂喺1675年，亦即係雷恩爵士43歲嘅時候開始建造，喺佢嘅指揮下，歷時36年建成。教堂喺1711年，雷恩爵士79歲嘅時候完工，
雖然聖保羅大教堂係由雷恩爵士建造，但係佢連一嚿磚頭都冇砌過。真正建造教堂嘅人係石匠、木匠、建築工人、藝術家等等。但係雷恩爵士先至係幕後一切靈感嘅來源。聖經都係一樣，上帝就係一切靈感嘅來源，透過唔同嘅作者將佢寫咗落嚟。聖經有好多位作者，但係只有一位建築師，喺幕後推動一切嘅就係上帝。廖智啊，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次讀聖經嘅過程啊？梗係記得啦，嗰陣時我仲讀緊小學，好偶然咁喺一本雜誌度睇到愛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係一篇關於愛嘅文章，後面寫住節錄自聖經。你嗰陣咁細，你真係睇得明咩？咁啱嗰段文字比較易明，我俾佢所描述嘅愛吸引住。後來我就去書局想揾呢一本聖經，但係揾咗好多年都揾唔到。直到我長大成人，喺地震嗰一年，有人送咗本聖經俾我，哇！我好興奮啊，就攞咗翻屋企日日讀，仲驚俾我嘅父母發現，夜晚匿埋喺被入面拎住電筒繼續讀。哇！你嗰陣咁勤力讀聖經，係唔係已經信咗耶穌噶啦？仲未啊，亦都冇人教我點樣讀聖經，但係我就係好想讀，日日讀，好快我就讀晒成本新約聖經啦。相對嚟講呢，我就比較幸運啦。我係喺牧師嘅帶領下，用咗2年嘅時間研讀聖經。我嗰陣非常享受讀經嘅過程，雖然聖經入面有好多難明嘅問題，我都可以堅持讀落去。隨住經歷上帝越多，我就越明白上帝嘅說話。好奇妙啊！我都係一樣，越讀就越明白。我覺得係聖靈幫緊我。仲有一點，讀聖經唔好斷章取義，要明白聖經嘅文學題材同書卷嘅寫作背景，咁你就會更容易理解聖經入面難明嘅部分啦。耶穌就係愛，係上帝至高嘅啟示。耶穌係我哋理解聖經嘅關鍵。唔好懷疑上帝嘅愛。如果想認識上帝，睇住耶穌就得噶啦。上帝係點樣同我哋交流嘅呢？上帝同我哋交流嘅首要方式就係透過聖經。佢將要對我哋講嘅說話，或者有關佢嘅心意，我哋需要知道嘅部分，都啟示喺聖經入面。有時啲人會話，如果上帝存在，佢點解唔出現，直接顯明俾我哋睇呢？其實上帝一早已經向我哋顯明佢自己。聖經話，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，穹蒼傳揚他的作為。當你凝望住浩瀚嘅星空、遼闊嘅大海、壯麗嘅高山，或者觀察細小嘅昆蟲，甚至係顯微鏡下嘅微生物，你會發現呢個係一個幾咁精密嘅宇宙。宇宙嘅精美，或者會令你讚嘆：哇！一定有一位上帝。而我哋存在呢個事實，令我哋無法忽略呢個世界確實指向一位造物主。上帝除咗透過大自然啟示佢自己，佢最終喺一個人身上顯明自己，就係耶穌。我哋點先可以認識耶穌呢？最主要嘅方式就係透過聖經。新約聖經當中關於耶穌生平嘅記載，係嗰啲親身跟過耶穌嘅人寫落嚟嘅。透過呢啲記載，我哋可以認識耶穌。科學幫助我哋明白上帝係點樣藉住大自然嚟顯明佢自己。所以我哋話科學好重要，佢係認識上帝嘅渠道。另一方面，神學就幫助我哋理解上帝點樣透過耶穌同聖經嚟啟示佢自己。
我第一次接觸聖經係喺我人生嘅低谷、迷惘、痛苦嘅時期。嗰陣我爸爸啱啱過身冇幾耐，加上自己嘅婚姻都出咗問題，離咗婚，仲有小朋友因為離婚嘅緣故，就判咗俾佢哋嘅爸爸。因為我迷惘到一個點，我喺度思考人生存在嘅意義究竟係乜嘢呢？後嚟好彩，我遇到一位老師，佢係基督徒。嗰個偶然嘅機會，佢帶我入咗一個叫做啟發課程嘅小組。第一次去嗰度嘅時候，我被放喺茶几上面嘅書深深咁吸引住。我覺得好特別啊！嗰一刻，我嘅心就開始卜卜聲咁跳，拎起嚟睇，先知道原來係聖經。喺嗰一刻，我打開嚟睇，就揭到馬太福音嘅第6章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我讀完之後，我成個人嘅心就完全打開。我感覺到由頭到腳有一股清泉澆灌我，我感覺到我揾到人生揾到嘅嘢，答案就喺呢一度。大約3個月之後，我讀完聖經，我確實覺得成個人由內到外都唔一樣。當我再一次行出去，我再睇身邊嘅事物、環境，同樣嘅道路、同樣嘅人群、同樣嘅建築，但喺我眼入面都唔同晒。當我讀聖經嘅時候，我見到上帝佢嘅創造、佢嘅愛、佢嘅法則，而佢對成個人類嘅計劃就好似返咗去真正屬於自己嘅屋企，屬於神嘅屋企，嗰種溫暖、嗰種愛，深深咁觸摸我。因為上帝、耶穌嘅話語、佢嘅教導，仲有神嘅同在，令我同仔女可以好好修補我哋嘅關係。上帝嘅話語俾咗我面對人生嘅勇氣，佢更新同改變咗我嘅心，都改變咗我嘅思想。聖經我聽講過，但係我仲未曾睇過。我覺得就好似睇書一樣，你嗰本聖經其實都係一本書啫嘛。覺得有啲似傳銷，可能因為我唔信啩。冇咩啊，書都可以講故事，點解神唔可以？我之前睇過下啦，睇唔到落去。係啊，我可能唔適合睇書。耶穌就係將佢一啲心得透過聖經嘅方式話俾其他人知。聖經點同我講說話？有時係透過其他人引用啲經文，或者直接用一段經文嚟同我講說話。因為好似我遇到困難，我都從來唔會祈禱，所以話我對於呢種神明信仰，我一向唔係好關注。聖經嘅說話對我嚟講，就係神對我直接講說話嘅方式。我唔係好清楚神想同我講啲乜嘢，因為我睇唔明啲內容。聖經係一本非常厚嘅書，而且經過咗好多年嘅歷史，我諗入邊肯定承載咗好多嘅智慧，同埋上帝想對我哋講嘅說話。福音書清楚咁顯示，耶穌肯定舊約係上帝所默示嘅。對佢嚟講，聖經嘅話就係上帝嘅說話。從古至今，全世界嘅教會都信守呢個真理。聖經係上帝嘅默示，係我哋處世嘅最高指導原則。使徒保羅講過，聖經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。聖經入面有好多實用嘅智慧同處世原則，例如點樣愛人、點樣寬恕人。佢又教我哋點樣健康咁工作生活、教養子女、照顧老人家等等。聖經列出咗界限同原則，令我哋活出美好嘅生命。或者你會話，聽落好似一本規則手冊，佢會剝奪我嘅自由。但係實際上喺生活中，我哋都需要界限。上帝賜俾我哋生活嘅原則，唔係因為佢憎我哋，
想令我哋受苦，而係因為佢愛我哋，希望令我哋能夠真正咁享受生命。真正嘅自由嚟自知道上帝喺至高處掌權，而且知道界限喺邊度。上帝點樣同我哋交流呢？上帝曾經透過聖經向人講說話，到咗今日，佢仍然透過聖經對我哋講說話。我哋可以將聖經視為上帝嘅情書，佢透過聖經話俾我哋知，佢係幾咁愛我哋，同埋佢係點樣愛我哋。耶穌曾經講過：你們查考聖經，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。給我作見證的，就是這經。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。聖經嘅最終目的係要幫助我哋同耶穌基督建立關係。呢本書嘅真正使命係要將你帶入呢一段嘅關係當中。真正重要嘅係呢一段關係。我細個就已經對自己要求好高，非常努力。無論返學定返工，我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。過去我認為喺呢個世界上，邊個都靠唔住，包括上帝。我唯一可以靠嘅就係我自己。但係有一次，我同死亡擦肩而過嘅經歷，改變咗我所有嘅呢啲諗法。喺我47歲嘅時候，我被診斷出有淋巴癌。最大嘅2個腫瘤分別有一個拳頭咁大，即係有咁大嘅腫瘤。醫生當時都嚇親。最辛苦嘅時候，我10幾日又唞唔到，又瞓唔到覺。最弱嘅時候就係我連一件衫都拎唔起。所以呢個自我價值嘅崩潰，對我嚟講，其實比肉體上所經歷嘅痛苦係一個更大嘅打擊。有一個朋友知道我病咗，佢好快即刻嚟睇我，佢帶埋聖經嚟，佢同我分享福音。之後佢問我：十便你要唔要耶穌嚟幫你？世上冇人可以幫到我，咁點解唔試下呢？所以我就同佢講：好啊！我當時覺得我經歷咗好多次化療，同一次移植。做移植嘅時候，醫生話我要喺病房入面住42日。我記得有一日喺病房入面，我覺得自己非常虛弱，覺得自己就快死。突然我見到自己好似一個4歲左右嘅細路女，喺一個好黑嘅山入面，好孤單，好無助。我當時心入面就喺度諗：上帝救我，上帝救我。突然就見到一位中年男士出現喺我面前，之後佢抱起我喺好黑暗嘅山入面行，帶我到一片青草地，上面有一條好靚嘅河，入面有5顏6色嘅石頭。我好開心，之後話我想落去玩，佢就將我放落嚟，對住我笑。嗰陣我就感覺到我嘅呼吸翻返嚟。我出院之後就開始讀聖經。有一日我喺好偶然嘅機會揭到詩篇第23篇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令我到可安歇的水邊。他使我的靈魂甦醒。嗰日睇到嗰段經文嘅時候，我真係嚇親。我覺得呢個同我經歷過嘅事一模一樣，所以我當時係咁流眼淚。我意識到嗰日喺異象見到嘅人就係耶穌，係佢救咗我。嗰次唔係我嘅幻覺，係一個真實嘅一個經歷。透過聖經，我知道耶穌佢一直喺度同我講說話，佢都一直安慰我、陪伴我。佢嘅愛深深咁感動我，由我瀕臨死亡到康復。詩篇23篇一直係我嘅安慰同幫助。我終於知道點解話聖經係活嘅。
今時今日，上帝仍然透過聖經同我哋講說話。我終於知道，我可以唔使再靠自己，佢就係我嘅倚靠。佢喺聖經當中應許過我可以住喺佢嘅殿入面，直到永遠。情書咁浪漫啊！係真㗎，冇呃我喎。我第一次聽呢種講法咋，我覺得好靚啊！我覺得幾浪漫啊！咁唔係情書咯，而係老公寫俾老婆嘅戒條。情書呢樣嘢，我都已經唔信啦。我覺得神佢整蠱我。可能係上帝俾人類嘅一本 manual， 只係說明書咁樣，乜嘢可以做，乜嘢唔可以做，唔係好浪漫嗰種。咁我要快啲打開嚟睇下，係一本情書喎。雅歌書入面話：親愛的啊，親愛的啊，叫得好甜蜜啊！我覺得唔止係情書，佢都好似一本家書，就好似個爸爸喺度同我講好耐之前發生咗乜嘢事，然後如果你想問好多問題，佢會答到你。聖經就係情書，就係好赤裸裸咁，裏面充滿好多神要同你講嘅情話。我成為基督徒已經30年啦，我幾乎日日都讀聖經，唔係因為我一定要咁做，係因為我中意讀聖經。不過老實講，當我太忙或者身體攰嘅時候，我都會冇動力讀聖經。但係對我嚟講，讀聖經就好似食飯一樣，唔讀聖經就好似冇食飯，因為聖經係我心靈嘅糧食。我經常喺聖經得到心靈所需要嘅餵養。喺我灰心嘅時候，上帝透過聖經安慰我。我啱啱出嚟社會工作嘅時候，喺一間公司入面做平面設計師。公司入面有好多優秀嘅設計師，我嘅作品冇被賞識，經常俾老闆鬧。我覺得好灰心、沮喪，自我價值好低。嗰個時候，上帝俾我讀到羅馬書第8章35節，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？難道是患難嗎？是困苦嗎？上帝嘅話提醒咗我，我唔應該根據我嘅能力同表現嚟評價自己。我嘅價值嚟自上帝對我嘅愛，無條件嘅愛。後來，我嘅作品喺網絡上面得到好多讚賞，有好多對我肯定同讚賞嘅留言，甚至有機構聯絡我要轉載我嘅作品。哇！我覺得自己好犀利。喺呢個時候，上帝令我諗起撒迦利亞書4章6節，上帝講：不是倚靠勢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靈，方能成事。於是我就謙卑落嚟。因為我知道離開咗神，我就乜嘢都做唔到。無論我喺人生嘅高山或者低谷，上帝都透過聖經向我說話。我鼓勵你都養成每一日讀聖經同向上帝祈禱嘅習慣，你將會感受到呢個係極為奇妙嘅經歷。上帝非常樂意向你說話，你願唔願意聽？而家我哋想教大家讀聖經嘅3個小技巧。第一，揾一個適合你休息嘅時間同地點。如果你中意早起身，可以喺食早餐前讀10分鐘；如果你中意夜晚讀聖經，可以喺瞓覺前讀。你都可以喺返工或者返學嘅路上聽有聲聖經。重點係養成習慣，有規律咁讀。第二，聖經入面有歷史書、詩歌、書信、寓言等文學題材，了解呢啲題材能夠更好咁幫助你認識經文嘅含義。第三，祈禱。讀聖經前先祈禱，求耶穌嘅靈令你明白聖經。你都可以問上帝，要透過呢段經文對我講啲乜嘢呢？呢啲就係我哋俾大家嘅小貼士。讀聖經要堅持，唔好輕易放棄啊！養成每日讀聖經同向上帝祈禱嘅習慣，咁樣上帝就會向你說話，
你將會有奇妙嘅經歷。鼓勵你，今日就開始讀經啦！